4歲嗰陣時就接觸咗《論語》，因為爸爸曾經係中華書局副總經理，國學基礎深厚，便向女兒解釋《論語》。5歲半嗰年，佢睇見咗人生第一本大書《紅樓夢》。平時由於外婆總係好忙，得閒嗰陣時落嚟，除咗教阿伊丹練毛筆字之外，就係教伊丹背1、2首詩。然之後外婆又忙住做其他嘅針線。呢個時候伊丹揾唔到人同佢講嘢，就自己跟自己講，開始寫起咗日記。嗰年佢只有6歲，睇書係呢個小女孩最快樂嘅事。多年以後，伊丹對嗰段細個時候嘅記憶好滿足。佢講：我細嘅時候真係好奢侈，有好多嘅時光可以讓我非常安靜、細膩同埋從容。呢種生活方式會自然咁樣讓你覺得古典對你嚟講係神秘而且優美嘅。講得好聽啲，伊丹係響詩詞、響書堆入邊氛圍大過一個孩子，所以後嚟選咗古典文學。依家伊丹鍾意李白、蘇軾、陶淵明，但係佢細個嘅時候鍾意嘅詩詞卻係好細膩嘅，而李商隱同埋李後主嘅詞一共有83首，包括殘選嘅嗰啲。佢曾經將呢83首詩每一首都抄咗一遍，還裝咗一個藍色嘅封面，然後用線穿起嚟，自己做成一本好厚嘅詞集，就咁樣喺一個愛讀書嘅細蚊仔入邊手中做成。鍾意讀書嘅伊丹17歲順利考入咗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。響大學嘅校園，伊丹繼續咁樣讀書嘅時光，經過積累，多年以後，呢個有着夢想、熱愛傳統文化、喜愛讀書嘅女仔，注定將會響某一天走上一個新嘅舞台，開創自己嘅時代。咁樣就有咗後嚟著名嘅文學者于丹。北京師範大學教授、博士生導師伊丹。當阿伊丹登上中央電視台、百家講壇、文化視點等欄目之後，佢通過《論語》心得、莊子嘅心得等一系列嘅講座，
將深奧嘅道理以淺易懂嘅方式講解出嚟，深受大眾嘅歡迎。而今伊丹已經成為咗國內著名嘅作家之一。伊丹曾經講過，世界嘅高低、境界嘅大小，可以改變一個人嘅命運。伊丹講，一個人永遠唔好去羨慕人哋。伊丹講，真正嘅英雄係能夠為自己嘅心做主人嘅。伊丹還講，生命嘅逍遙之境，唔係人嘅生命凌駕於萬物之上，而係用我哋嘅心與世界萬物相扣相連，水乳交融。呢啲充滿智慧嘅語言，都係伊丹教授通過讀書所得。由於熱愛讀書，伊丹對莊子、論語有住比別人更深刻嘅理解、更智慧嘅心得。